每朝起身都可以望到個好開揚嘅景觀。今日我哋嚟到柏惠山參觀一個大一房。若果你想住嘅地方可以享受返寫意嘅生活，不妨俾幾分鐘睇下以下呢條片。有品味嘅你，最好你住嘅地方會有唔錯嘅會所，最好有埋 shuttle bus 照顧翻你嘅出入。今日我哋參觀呢個一房嘅單位，實用有成570尺，而且景觀仲可以望翻出邊，我哋維多利亞港望到啟德嘅 CBD2。有露台嘅位置望返出去，視野非常之開揚，仲可以望到九龍區、維多利亞港。客飯廳係長方形嘅設計，亦都冇玄關，可以方便翻家私靈活擺位。而業主亦都做咗唔同嘅櫃，增加翻收納。如果想享受翻舒適嘅生活，呢個單位亦都係唔錯嘅選擇。嚟到廚房嘅部分，有唔錯嘅空間感，而喺保養上亦都非常之新淨。經過少少走廊嘅部分，就去到浴室，乾濕分離嘅企缸設計。亦都有鏡櫃增加返收納。最後嚟到房間嘅部分，業主嘅獨特嘅設計，亦都令到房間增加咗唔少嘅收納空間。現時單位放租同埋放賣。若果你都想嚟了解下呢個單位，不妨聯絡我啦。我係 Pierre。